最近这几年来，不管是伫日本还是台湾，拢发生过真侪家庭的照顾者因为压力伤大，结束被照顾者的性命，甚至常常走上绝路的新闻。目前全台湾因为都要照顾爸母至亲离职的人数，差不多有13万人，头路受到影响的更加有231万人。记者实际访问到3个家庭照顾者的个案，因讲到照顾者的心酸甲压力拢真激动，是安怎？政府这个长照服务无多，替这家庭消透照护的压力，未来要安怎加紧速度推行相关的政策？来看这个专题报道。这就哭啊！我就说呀，在这边哭的地方都没有。我说我受不了了，我说我一定要带着你去死。妈妈还要我顾，将来我老了有一个单身，谁顾我？真的耶！我在这边，你不要叫，你不要叫。70岁徐祖英家己照顾倒伫病床92岁妈妈，每天对早时到暗时，妈妈的叫声拢无停过，伊拢会当伫第一时间就赶到妈妈的床边。这个原来是褥疮，这一大片，这一块是褥疮。就惊地床复发，徐祖英每夜2小时起床一届，替妈妈翻身。这是妈妈除了生活无法度自理，也有轻度失智。记性歹、爱幻想、脾气暴躁，照顾的人必须要随传随到。沉重的压力加上睡眠不足，才半冬的时间，伊就落5起39公斤。我不要了，明天就给你送安养院好了。他躺在床上，我不敢了，我以后不会再惹你生气了。求你。对，你从那时候开始，他真的好几天没敢惹我。可是我跟他鬼叫完了以后，我好难过。我有的时候会坐在这边掉眼泪。到2018年6月，台湾适龄者大约76万，住一安养机构的人只有8万外，25万人由外籍移工照顾，村内将近43万人，拢是由崔这样的家庭照顾者担起重担。讲到现行的长照2.0，已经不足万声连连，真的是不接地气。我要你来洗澡干嘛呢？照服员来，就像我讲的，晚上来陪他睡个觉，那我呢去休息。这样子对我来讲才能够释放我的压力。长照的人力一直没有办法补足家庭照顾者在使用的时候发现，怎么我需要的时间我都找不到这样的照顾服务？因为长照最重要的是它只做点线，不做面。今年45岁李中治照顾72岁妈妈10冬，一开始妈妈中风，医师各有6个月黄金复健期，真着急的伊决定辞掉工作，甲爸爸做伙照顾妈妈。但是2冬了后，爸爸就脑出血过身，妈妈若是无好起来，病情是愈来愈严重。这时候哪有工作可以让我学习待命？老板也不愿意啊，你来工作还是来顾妈妈的，对不对？甲妈妈我真近的讲话，口气真温柔。这个时阵的妈妈好亲像伊的查囝，但是因为照顾妈妈，牺牲工作，嘛牺牲人生，每天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。讲啊讲，中地的情绪愈来愈激动。将来我老了有一个单身，谁顾我？我要生病状况谁顾？积蓄也都用完。对啊，积蓄用完了，我只要又没有工作，那人生都这样浪费掉了，一辈子就浪费掉了。全台因为照顾厝内人离职的，大约有13万，影响工作的高达231万人。照顾者毋是伫工作甲家庭这段之间垃圾上头烧，都是离开职场陷入贫困。原来是2018年全台就发生22件的长照悲剧，平均照顾年限是9.8年。所以我们大家会知道，就是说这个照顾时间是一个长期抗战，绝对不可能是撑一下就过去的。当然希望是家庭照顾假能够真正被实施，然后它可以像育婴假一样，至少在这段时间是至少是给予半薪以上的这样的薪水。我觉得这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稳定的力量。其实像在德国长照，他们对这些家庭照顾者有给照顾者津贴。对，就是避免他们越照顾越贫穷。随着超高龄社会来临，适龄人口持续增加，长照政策若是无结构性的变革，或者是建立类似社会安全网的预警的机制，未来照顾压力的海啸，恐惊会毁掉更较侪家庭。